歡迎大家再次收睇馬迷智頻道。5月28號谷草野賽圓滿結束，今晚我哋嘅推介馬表現認真麻麻，我個人認為跑法上面有少少出錯，冇理由同勝意喺前面度放頭。不過唔緊要，我哋下次繼續努力。今晚有匹馬值得留意，亦都會提供嚟緊星期六嘅心水，記得由頭睇到尾啊！馬迷智嘅成立目的係同廣大馬迷分享一啲揀馬心得，一齊以小博大，刀仔鋸大樹。如果中意我哋嘅分析，就記得訂閱啦。深立演藝特約，上將有好嘢。雖然練馬師鄭俊偉已經畢咗業，今晚佢都好搏命，有1 win 1個位置，證明咗佢係一個會盡力幫馬匹爭取好成績嘅練馬師。另外冇咗潘頓嘅日子，輪到布文發威，今晚有 win 又有 pace， 認真搏命。不過最後都係俾今晚3 win 嘅梁家俊攞咗騎師王。今晚我哋嘅備忘馬就係嚟自今晚起晚姚本輝馬房第5場1號嘅型好威風。型好威風排住3檔起步，出閘嘅反應都相當之好。由於排咗個內檔，好快就可以攞到貼欄嘅位置競跑。但係跑到中段嘅時候，銀藤突然上前拍住型好威風去放，令頭2段嘅段速都快過標準時間好多。轉正入直路嘅時候，銀藤就已經腳軟，但係型好威風仲猶有餘勁，直領終點贏2馬2個幾馬位，總時間仲快過4班嘅標準時間。呢匹後生馬健康正常，繼續進步嘅話，相信仲有頭馬交出。啱啱新鮮出爐嘅3冠王遨遊氣泡，練馬師姚本輝之前人人都公認佢揀馬一流，過去佢揀過好多名區回港作賽，例如靚蝦王、電子麒麟、牛精福星等等嘅良區都係佢嘅揀手貨。但可惜喺姚本輝馬房訓練咗1季2季以後就轉倉啦，轉倉之後嘅成績就唔使我多講啦。而低谷之後，姚本輝馬房就立即有一匹短途王蓮華生輝出現，之後姚本輝仲攞過1屆嘅冠軍練馬師，鐵證咗佢唔止揀馬叻，練馬都一樣勁。當中係需要補充翻少少，喺我心目中一個練馬師勁唔勁，攞到幾多場頭馬數目係其中一個要素，而由佢訓練嘅馬匹狀態水準能夠維持幾耐，呢個係另一個好重要嘅要素。而姚本輝嘅頭馬數字位於前列，而佢所訓練嘅馬匹無論側身、中年都可以保持到水準，我就比較欣賞姚本輝訓練嘅中年馬匹嘅能力。當中例子有啱啱攞咗3冠王嘅遨遊氣泡、精英、運高八斗、直線力山等等。而我今次介紹嘅係嚟自姚本輝馬房，將會列陣獅子山錦標3級賽16米嘅陽光勇士。陽光勇士係一匹5歲嚟自澳洲嘅 PPG， 今季係香港第3季服役，第1季嘅表現就平平，原因係陽光勇士係一匹重口馬，喺陣上騎師好難穩定到佢嘅走勢。但係踏入第2季嘅後半段，陽光勇士又開始練口，慢慢就交出成績出嚟。去到今季都仲可以攞到3個第1、4個第3嘅成績，以為佢嘅里程都係差唔多，點不知陽光勇士喺1班都未贏過嘅情況底下，居然喺上次國際1級賽攞咗個季軍。今次跑翻1600米，對手同上次都差唔多，但係佢孭嘅磅數咧就比較着數。賽前仲試多個大閘去保持狀態，備戰十分積極。今次嘅狀態比上次626場次有過之而無不及。陽光勇士排住6檔起步，出閘嘅反應都係一般。騎師蘇銘倫就將匹馬慢慢咁留喺後面嘅位置度競跑。好彩前段嘅步速比較快，所以陽光勇士好快就攞到貼欄有遮擋嘅位置競跑。轉入直路嘅時候一直都慳咗好多位，到臨尾400米都重重圍困。以為陽光勇士國際賽都係陪跑之際，點知最後300米有空位俾佢全力衝刺。末段200米，騎師蘇銘倫努力策騎，陽光勇士以勁勢上前。雖然佢賺咗快步速，但係可以追近新3冠王遨遊氣泡，只係輸俾佢1/4個馬位。可以見到陽光勇士仍然潛力未盡，今次跑翻3級賽，副榜比上次一齊跑1級賽對手為輕，相信今次係贏級制作嘅黃金機會。利時標行特約投注錦囊，呢一場我哋要6號陽光勇士、1號鴻運帝王、9號環笑、11號和平波。民以食為先，辛苦揾嚟志在食。平日翻工，公餘時間仲要跑馬咁辛苦，梗係想食翻餐好嘅去慰勞下自己啦。位於金巴利道 The Vigo 入面，無論主食定係小食都非常出色，特別係佢隻招牌炸髀，真係我近年食過最好味嘅。咬落去皮脆肉嫩，香脆多汁，平民價頂級之味。食翻隻美味炸雞髀，贏馬過關易到痹。而家摯友們有福啦，快係馬迷智嘅訂閱者去到金巴利道 The Vigo。堂食享有全單9折優惠，摯友們萬勿錯過啊！最後都希望馬迷們幫我哋點讚、訂閱、撳埋個鐘仔，接收我哋第一手嘅資訊，亦都可以留言俾我哋集思廣益，作深入嘅賽馬交流。最緊要就係分享埋俾你中意跑馬嘅朋友啊！祝大家贏多啲，我哋下集再見。